更正翻女單嘅比賽啊，女單19.5個比複賽即係淘汰賽嘅第二輪咧就喺1號場至8號場。頭先講錯咗俾一位參賽者聽，補充翻嚇19.5咧，應該稍後會喺1號至8號場進行。Women's single 19 plus 5.0 level 16強第一場比賽，千新窩1號場，千新窩整嘅1號場。第二場 High B Hall High B Chain Veta Line 整到8號場。女單第三場何月明月令號整到6號場。女單複賽第4場總獎鸳鸯整到7號場。女單複賽第五場Mandarin Wall Gigi Chow 整到2號場。女單第6場複賽 Picky Law Wailing Chen 整到5號場。女單複賽第7場廖英Karen Law 整到3號場。第8場 Marisa Lai 整到4號場。
剛才升讀咧就係19+55.0 level 女單嘅複賽名單，總共有8場賽事，請頭先讀名嘅請到適當嘅場地。如果你淨係聽唔清楚嘅話咧，可以自己上翻去網站嗰度睇翻。嗰陣開始。
隻合格。好。係睇過啊？係，咁多 fans。跟住我未啱啱想噏羊肚咧，我未噏唔到。你嗰邊有蕉喎。哦，有啊，我即攞。攞啲俾你啊！我攞嘢俾你。你繼續都係太緊要。我攞嘢俾你。我而家睇下佢哋比賽先。哇！你好醒啊，帶埋笨手嚇！我第一年，我第二年知道要帶啲咩嚟。想抌添喎。好，我唔拎翻去㗎啦，依家喺屋企添。哦，你唔拎翻去㗎？哎呀，我係特登，我新圖嗰張又趕唔切啊，要激死我。Picky 啊就。邊度？打緊埋先。